明明仲係日頭，屋企就關晒全屋嘅窗簾，再開晒全屋嘅燈。一見到呢個畫面，我就知道呢套系統根本唔知間屋夠唔夠光。所謂燈光聯動，都係同時間做條件，幾點開窗簾，幾點開燈，設計好就算。但係晴天同陰天，屋企嘅燈光就可以差好遠。套系統就唔理，照樣做同一個動作。所以我做窗簾同燈光聯動，我會加一個光照傳感器。你可以當佢係成間屋嘅眼睛，佢先會睇下間屋夠唔夠光，再決定窗簾點喐，邊幾盞燈要開。朝頭早光線夠就打開窗簾，燈唔使開。陽光太殘眼就拉埋紗簾，將啲光變柔。天氣一轉暗，邊個位唔夠光，先開翻邊個位嘅燈。唔係窗簾一喐，成間屋嘅燈就一齊開晒。不過光照傳感器唔係隨便揾個位置裝就得，裝得太近盞燈，開燈之後讀數又會唔準，所以裝喺邊，幾暗先開，隔幾耐先有反應，呢啲全部都要現場調試。間屋要先知道自己夠唔夠光，先識得點樣用光。真正嘅智能燈光唔係自動開燈，係識得幾時唔開，幾時先補翻少少。你屋企嘅燈淨係用時間去做條件嘅，打1；識得跟光線嘅就打2。